咱即届咱安中路一段遮水沟甲东安路即个涵箱拢做好所以即边落大雨，会使讲拢改善。较早即个安中河已经把这安中河这个名已经除掉了因为咱的水沟已经拢做好所以这边大验所袂歹。即届这水沟就东安路甲安中路，这厝反应真好啦，拢无积水啦。即马目前咱红里兼梅花里这边即个安中路即马有做即个抽水站，搁有即个排水沟涵箱有改善着咱即个安中河以前安中河的知名啦。袂歹，排水下水功能拢做好。搁有即个安中路口有设一个水利局，有设一个即个临时的抽水站，其实效果是真正是一定的。所以即届的水灾无即个水灾嘛当摆脱即个安中河之名啦。我们在107年跟106年大概有透过一些应急措施，帮我们设置的一些的应急式的一些抽水机组，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些防水闸门，避免海尾寮排水这边的水回灌，在我们的这个海边路相关的水下可是这样的部分呢，这应急工程呢，毕竟还是可以看到我们安中路上面的积水问题发生。那因此呢，我们透过营建署的一个经费总共再加上是否自筹，总共是6100万元。那我们改善了这个整个同安路，大概有808米的一个水下水道。那这个部分改善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那个0731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这边在安中路上面的积水问题，目前大概的淹水的状况也做大幅的改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及同安路口一带地势低洼，如果发生瞬间强降雨，不容易排除，路口往往积水难退。针对这样的情况，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在安南区办理多项水利工程，包括新设箱涵、抽水站、巷弄内侧沟等。在今年0731的好雨发挥了功效，让居民肯定市府团队的努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来安南区看到同安路排水箱涵的一个整建工程事实上这个工程已经在110年6月已经完成，而且经过初步的考验，通过考验，就是今年的大雨没有让安中路能够变得安中河那这个坦白讲，安中河我们希望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坦白讲，今年的这个部分，这个同安路的箱涵不但保护了同安路，也保护了安中路。我们希望说能够这个再做一些周延性的扩张性的这个规划，那想办法，不管是应急的措施也好，或者是这个比较永久性的措施也好，能够再提高安南区尤其是安中路、同安路周边区域的一个保护标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疫情期间受到严重冲击的观光旅游产业，这回台南甲新地旅行工会代表联手出席2个城市的安心旅游专案，要来拼疫情过后的国内旅游商机。13号上午，新地县长姚文科的执政团队嘛专工来台南宣传，伫市长吴伟霆陪同共同出面见证。双方用签署 MOU 的合作，就希望除了伫文化科技交流，伫观光旅游嘛整出限定的好康，来建立两市的友好关系。跟科技之都有竹科的新竹县，我们台南也有南科，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也能够在各方面全方位的配合与合作，不仅在观光旅游上，在许多包括这个县政跟市政上、城市治理上，以及
人员互访上我们都有希望能开启一些很多的合作。那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经过互相合作协助之下，能够让台南新竹能够让新竹县跟台南市能够这个刚刚提到了强强联手互相更好共好，能够让台湾也共好。那希望说谢谢杨县长能够前来，谢谢新竹县的各位长官，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交流。只要是台南市的市民到我们新竹县来，在10月8号到12月31号这个期间里面，我们会有特别的这个特色的伴手礼。那我要去。很多的这些体验的课程会让他免费来体验。那特别是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台南市跟我们新竹的观光旅游协会，他们也配合我们，只要到我们新竹县来住宿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国礼券，拿我们的这个国礼券给1000块的话，我们就给1200块的加倍的优惠。那这1200块是所有的旅馆饭店，他就给你减掉600块。另外，我们发我们的消费券600块，所以你来新竹县旅游的话，是可以得到加倍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会中2市摆满节安心旅游的伴手礼、文化创意商品以及社区客厅的体验，相当多元丰富。另外，台市这项专案嘛，加码送出500张观光游船的票券，希望吸引更加多来自新竹民众。这摆为了拼观光，政府甲民间合作，就希望由政府挂保证的行程，让民众安心，嘛共同守护国内旅游市场，会当回到过去的车样。台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宣传今年一度的关岭温泉美食节，台南市政府特别安排亚济巡航的队伍来到记者会中，提前让大家感受日本式浸温泉的古早气氛，加上 cosplay 装扮穿领古锥版的小火王爷，由市长甲观光旅局长来呼叫替大家祈福。市长邀请民众好好利用振兴港来一段溪北的温泉之旅。不管是做2天游、2日1夜游，或是3天2夜游，或是1个礼拜游，都让你游不完。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到关子岭温泉区，从关子岭温泉节开始。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5倍券也好，这个振兴券也好，保证你这个物超所值。来到这边店家都有优惠，都有许多好的这个方式来让你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呢，虽然振兴券是将近这个数位券是9月底开始预约那实体券是10月初开始领用但是不管用数位券或是说实体券，通通都让你物超所值，还可以参加台南购物节的这个抽奖大奖第一个1户房子的还有进口的车子，还有这个1年有10天你可以任选来台南都可以免费住宿。这么好的奖品，这么优厚的地方，大奖讲不完，好礼送不完，美食吃不完，那你还犹豫什么？会中观光旅局长嘛强调，今年除了亚济重头戏，也有以东山咖啡作为主题系列活动。穿热衫的体验、假日市集以及大旅馆送汤价限量好康，相当精彩。市长用装满祭典元素的行李箱，邀请全国民众拢来体验，参像出国同款的热闹庆典。台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妇女会甲议员撮小会。每当拢会针对南区、安平区、中西区等区域的弱势学生进行关怀活动。举办至今已经连续10档无中断。这次的中秋关怀，南区妇女会结合3龙5爱心会以及西子会共同的爱心，致敬13间学校，总共603位弱势学生，加2个以及红包，希望会当让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甲关怀。这个活动能够抛砖引玉。
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更关心我们这些幼小的学童，他们或许在家庭变故的状况下，他们很脆弱的心理，能够在适时的得到一些的安慰，让他们能够对这个社会充满了爱。这是我们今年是第11年哈，这是我们一直在办的一个宗旨，希望说小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是爱他们的。感谢365爱心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做这个社福啦。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非常时期，大家的爱心不减，所以说真的大家要珍惜眼前，把握当下，把自己保护好，才有体力跟精力继续为这个社会服务。救亡世足会本来是一个服务的一个社团，包括社区服务捐血活动我们都是全心的在投入今天这个中秋送暖的活动呢，可以说更加的有意义了哈。蔡议员也是我们真善美的师姐哈，那其实她对南区非常的尽心尽力哈，那她也不是只有这一年，她每一年都做。那其实我们狮子会就是秉持的委色，只要哪里有需要的地方，就会有我们。13间受证学校的校长全部拢来到现场，亲自接下这份温暖的礼物。代表地区的义载国小校长林志正表示，真感谢妇女会温暖，也希望受帮助的学生以后有能力买当回馈社会。特别重要的时刻，给他们注入这样的一个温暖，这样的温情。我想孩子有感受到，他就会把这样的这种温暖、这种温度，伊就放入心内。我相信，阮在座的所有校长，拢有一个想法，拢会甲囡仔讲。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接受咱的别人的帮忙，不要紧，因为这么较困难。不过后摆你大汉也有法度，你要把你的这样的能力培养起来，你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议员蔡淑慧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帮助的学生人数比往年增加，尤其山顶架下所需要设备，部分弱势学生嘛无法度负担，希望市府会当协助帮忙。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2020东京奥运摕下倒球混双铜牌的郑怡静，13日中昼来到台南市议会拜访，受到议会上上下下影响式欢迎。议长郭信良特别致敬纪念品，肯定郑怡静在奥运努力替台湾和台南争取公赢。我们这次奥运呢，能够有这么辉煌的成绩呢，纯属是个人的努力，所以称为我们台湾之光，这个是实至名归。那我们呢也期望台南的桌球运动的发展，也能够呼吁台南市政府一定要加以培训优良的传统、优良的选手，让这个呢发光发亮，在台南定下了这么优良的传统的项目呢，不要落入其他县市呢比他们都还不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绝对会全力支持各项运动的发展。郑怡静表示，一路的练习骑上奥运的舞台，这次摕到铜牌虽然欢喜，不过伊也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表现。拿下这面铜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也希望，就是这次我得到了很多关注，然后也希望我能够用我一点点就是小小的影响力来提升台南桌球运动的风气，然后能够继续努力，然后回馈台南乡亲。郑怡静讲起进前伫外地训练，有真久无回来到台南，所以这次回来特别思念的就是台南的牛肉汤。台南是在我从小孕育我长大，然后栽培我到现在。其实我非常想念台南的牛肉汤，因为常常长期在中心集训，然后出国比赛，很少有机会可以回到台南，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都会特别的
想念台南的牛肉汤。倒球歌手郑义静来到议会拜访，就连议长甲议员拢变成球迷，摆好队伍等着郑义静签名做纪念。而郑义静嘛特别展示奥运的铜牌，甲大家分享奥运奖牌欢喜，气氛是相当的热烈。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看一下右边。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承办的2020年乐活享健康系列讲座，今年总共规划来场次，分别邀请中西医学、健康科学、高龄社福以及集团饮食等各界专家，甲民众分享各项健康的知识。10号登场的讲座，就是由卫福部嘉南疗院颜世金医师以上善若水为题，为民众讲解心灵保健的重要。因为水往低处流嘛，那人往高处爬，所以人是往高处爬的，又想越高越好，但是水偏偏是往低处流，所以它是处众人所恶，跟人的心是相反的。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我们教育部经费补助，然后由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承办的乐活享健康讲座啊。那这个讲座今年我们规划了有6场，今天进行的是第3场，我们邀请到名嘴啊，这个严世清医师来演讲上善若水。他最主要就是强调以水的特质来强调正向思考的力量哦，带领大家正向思考，我觉得很棒。除了10号这场上善若水讲座，另外伫9月18、9月25以及10月2号，嘛有其他同款精彩健康讲座要来举办。接下来呢，我们还有3场。9月18下个礼拜六呢，我们邀请到南台科技大学陈美珠教授来带一下日本加贺式的音乐疗法，让大家从音乐疗法里面呢来去促进健康。接下来是我们邀请到9月25号邀请到台南市立医院具有中西医执照的曾硕平医师要来谈一下毒物，生活中的毒物。最后一场呢，10月2号我们是邀请本校餐理系黄宇文老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因应这样的气候变迁，低碳饮食对人的永续生存的重要。到时候也做一些低碳饮食，让大家品尝看看。主办单位嘛提醒民众配合防疫的规定，请全程挂水安，而且每场上济只接收50人入场。欢迎对着健康讲座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伫讲座举办当天，提前到文化中心地下会议厅预约入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虽然风台要来啊，但是伫台南新天地小西门广场也是闹热气煞。原来就是因为三商农会爱凤奖，专程来到市区举办行销推广的活动。爱凤奖赞不赞？三商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表示，去年农会家政班妈妈自行演化往来应奖，经过试食了后，大家反应拢真好，所以农会同时做了15000罐，全部拢卖了。为了推广这个古早味，今年佫特别重新设计包装，佫号名爱凤奖。和古早味加了全新的时尚味。在咱开始做品牌形象的时阵，咱嘛受到咱农委会兼市政府甲咱迄个经费的赞助，所以咱的包装设计，佫有来做一个精进，来做一个品牌形象。所以今仔日吼，咱是想借这个机会来做新品的迄个行销的迄个展售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是伫今年度要去中部兼北部来办理这个行销产品的迄个行销展售会，咱嘛今仔日多，因为疫情有较零小化，所以咱农会嘛借着讲，在咱台南新光三越这个场地，来做这个展售会，嘛邀请咱青农一同来互因生产的农产品兼加工品，会当互因的低码度，佮让客源来增加因的收益。为了策略现场买起，
山上农会舞蹈班嘛再来热情舞蹈，农业局长李建宇、立法委员郭国文、议员陈碧玉、陈义丁也拢到场推荐山上农会的爱凤奖。咱的农会所生产者往来印象，全部拢经过药物专业的检查，全部拢安全卫生个健康。这个好的物件，无推广，大家感觉做无彩。尤其疫情期间哦，大家若讲你无方便煮，罐头啊开开，来配糜、配饭拢做好。山上农会它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这个农场加工的部分。那不论是 iPhone 酱哈，它运用了在地的这个凤梨，它打瓜印呀，它其实但是火锅吃火锅最好吃，其实台风天来吃火锅应该配一下，配 iPhone 酱是最好的。配合这场活动，农会嘛邀请各地青农举办青农市集，展售济优质农产加工品，嘛吸引到不少民众采购询问。台南新闻江硕伟采访报道。连甲卡过去一直拢是农民头疼的废弃物，不过现在这种由产官学合作，伫瓜田惠安宫边仔所成立的零碳生活馆，嘛是昆山科技大学透过大学社会责任，辅导鼓励少年人创业的成果。当中所有商品拢是连甲卡高温烧成生物炭，对上早会当吸收湿气、消毒臭味的包装。一步一步开发成有纺织类、有精油，会当偏芳的各种文化创意商品，达到24项。除了将废弃物变黄金，也是地方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真好典范。以前的盐能通区长啦，他就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个在地的农废。那我们去跟成大的一个林宏平老师实验室合作，去开发了一个高温碳化的碳化桶。那这个碳化桶就是不需要外加能源，就可以把这个壳烧到1000度。那它烧到1000度以后，就可以变成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1000度的碳化后的零壳碳。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亮亮的、亮晶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照光，它上面的孔洞反射出来的光线，对。那它这个1公克的碳比表面积有半个篮球场这么大，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碳材去开发一系列的商品。我们的角色就是大学端是辅导，那年轻人在这边创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体并不是区公所的投资，而是我们在地，就是我们辅导这边创设在一个青年培育基地。那我们希望他们这边可以自主运作。那我们的经营的未来的方向大概就是虚实整合，就是线上线下都有。这个是个实体店铺嘛，那我们也花更多力气是在线上。那线上商品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从几个角度去切入，一个就是从就是从多元商品里面去切入，另外就是把这个通路做大做广。除了连卡团系列产品，也有专台独一无二，只有这卖连家鲜奶乳，真材实料，拎起来相当的巴掌，希望带动在地产业发展。只有在关田才喝得到的饮品。那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菱角量很多，所以它的菱角味其实是很浓郁的，所以就希望如果大家来到关田的话，可以来喝一杯这个菱角鲜奶露再回去。有饱足感吗？非常有饱足感。台南瓜田是连家故乡，占全台7成的产量。第三关学的共同努力，为连家产业带来完全无同款的面貌。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本身从事生意加工，担任过义消，甲宗教庙宇总干事的刘建良，对5当前投入白沙屯马的进香，每年参加行路进香，毋捌中断。伫个进香的过程，因看到袂少的宗教文创商品，对过去的香火茶啊、保平安的神医、香旗等，伫个实地进香落来，开发出袂少的实用商品，对帽啊、面巾、袖套，甚至囡仔衫、包皮衣拢有。我已经参加5档，吼，这段时间咱伫沿路，咱所收到、咱所看到，拢是一寡拢足侪人会做这个文创品出来，甲人结缘，互送你安尼。所以第2档开始，我个人嘛开始有做一寡文创品，要甲人结缘，吼，就大概类似像即款的物件，吼，类似像，但是我发觉讲，咱的文创品，吼，即几档就发觉讲，文创品袂使讲干那是装饰用啊。
也是摆饰用的，因为迄个物件你摕去看坑的，就是放伫遐。加上去年开始，即个白沙屯宫田宫有开始针对文创的部分会当授权，互咱去做。咱是咧正式来取得伊的授权了，我的想法就是，咱来甲伊的文创品咱甲文创品，即个庙宇的传统的庙宇文创品，咱甲生活化。改活化，会当继续利用做衫啦，做衫无咱毋是讲干那囥伫咧摆饰咱来用加一个安全器材，毋是咧行路较安全。碰时若是讲要运动衫，拢会当用融入庙宇文创的物件咧，咱陆续甲这文创生活化，安尼较好利用啦。业者表示，要开发白沙屯宫田宫的文创商品，除了爱取得庙方的授权。每一件设计图样甲用品，嘛爱有授权的合约。业者伫今年8月初来送件，总算伫9月进前取得授权。目前只有伫脸书来接受批发，有兴趣的民众会用搜寻脸书“进香神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